屏东的滨南工业区呢，昨是来举办毒气灾害应变的演练，现场除了消防人员，也有环保单位以外，上界特别的就是头摆来使用机器狗。未来这机器狗呢，是会真做是灾害现场的重要角色，提高救灾的效率。无人侦检载具进行现场的初期勘查作业。 机器狗爬起楼梯，准备进入有毒的空间。屏东的滨南工业区进行毒气灾害演练，目击有人等汽油弹引起爆炸与火灾时的状况，避免救灾人员受伤，就派出精检机器犬，先调查清楚。这嘛是这只高科技机器狗头摆使用。首度运用无人载具来进行毒灾演练。那这个机器犬啊，它的任务是进行环境侦测以及资料的收集哦。 它的优点啊，在于这个毒灾现场发生的时候，它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侦测。这只机器狗四支脚设计，予伊会使化障碍，爬楼梯进行侦测。因为本身有热影像和有害气体监测设备，协助判断现场的温度和浓度。伊伫水下1公尺嘛，阁会当操作。 连续行路会使使用3点钟，机器狗透过本身设计来徛咧，就算无适宜倒去嘛，会家己并正，遥控范围到7公里远，可以大幅减少这个第一线应变人员的一个暴露风险。那也可以让决策者在第一时间精准的掌握现场的状况。 环境部表示，机器狗由美国制造，无中国零件，确保资讯安全。目前全台只有这只，造价大约1500万，每年第2只也会交货。希望透过无人化设备，让救灾行动更加安全一时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